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第8届世界宗教议会推动宗教间的和谐；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克拉拉邦和北阿凯德邦灾民；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藏医立算学院成立105周年庆祝活动。司政边巴次仁访问印度东北部藏人社区；德国藏人参加波恩邮政马拉松比赛，为西藏奔跑；西藏僧人为台湾高雄火灾惨案罹难者祈福；驻北美代表会见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0月18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通过录制视频，在第8届世界宗教议会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人们尽一切努力实现世界各宗教间的和平与和谐。尊者在视频中指出 making every effort to bring peace, to bring religious harmony, not through some ceremon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from heart. So our 8th Parliament of World Religious Conference, I want to share. You really carry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relevant to today's reality. So please be active. Thank you. 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也应邀参加第8届世界宗教议会，并在题为“慈悲行动：印度的难民之家”的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难民的慷慨援助和善意款待，并强调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之所以在流亡中蓬勃发展，完全是达赖喇嘛尊者的不懈努力和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而造就的。此外，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和北部的北阿凯德邦在近日持续遭暴雨袭击，多地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多人罹难。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相续致函慰问上述2邦灾民，并提供救济资金进行援助。在尊者致给印南卡拉拉邦首席部长维贾扬和北阿凯德邦首席部长普什卡辛格的慰问函中，向罹难者的家属表达了慰问和哀悼，并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提供捐款救济灾民。另外，总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医院为纪念第13世达赖喇嘛于1916年在拉萨创建藏医立算学院105周年，以及1961年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印度后重建藏医立算学院60周年，于上周日10月17号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应邀出席活动的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讲话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中重建藏医立算学院的愿景，并赞扬藏医立算学院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强调藏医立算学院是流亡藏人社区中的一个独特的机构，为各界人士提供了身心方面的保障。当天，与会人士还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美国国会颁发的金质奖1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最后，司政边巴次仁还向数位长期服务藏医立算学院的工作人员和该学院的优秀学生颁发了奖章。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10月19号经德里抵达印度东北部的西蒙加拉邦和西金邦境内藏人社区，展开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
在向西蒙加拉邦和锡金邦境内藏人社区的民众发表讲话时，司政边巴次仁谈到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双重目标，即遵循中间道路政策，通过对话解决藏中冲突，以及照顾流亡藏人的各项社会福利。司政还敦促年轻一代的藏人阅读达赖喇嘛尊者讲话和相关书籍，了解尊者的愿景。他还谈到了西藏境内的局势，并回答了当地藏人民众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项工作的疑虑。此次司政边巴次仁对上述地区的访问，旨在会见当地藏人民众，评估当地情况，以便制定准确反映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和项目。此外，来自德国藏人协会下属北恩因斯威特法伦地区的部分藏人，于上周日10月17号参加了在德国波恩市举行的邮政马拉松长跑比赛。为提高德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参加长跑比赛的藏人身着印有“拯救西藏”字符和西藏国旗的衣衫，与4000多名德国运动员一起参加了此次长跑活动。全程穿越德国波恩市的历史名胜，赛程长达5公里至40公里。据了解，德国藏人参加此次波恩邮政马拉松长跑比赛，旨在感谢德国政府和人民多年来对西藏自由运动的声援和支持，同时也是为了纪念美国国会将金质奖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14周年。另外，在台湾南部高雄市盐城区的城中城大楼，于10月14号凌晨发生火灾事故，酿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的惨剧后，在台湾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西藏僧人为罹难者和生还者举办了祈祷法会。因高雄市政府官员的请求，在台湾各地藏传佛教各教派的60多名僧人，于10月19号参加在高雄市举行祈福法会上，为火灾事故中的罹难者进行了祈祷。同样，西藏僧人们也为去年在太鲁阁号火车出轨事故中的罹难者进行了祈祷。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和秘书长扎西顿珠于本周三10月20号在华盛顿特区里根大厦举行的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特别会议上，会见了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塞米尔·布朗贝克先生。布朗贝克大使在会议上介绍了他即将出版的书籍，内容包括记录不同信仰群体遭受迫害的经历，如西藏的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中国的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他邀请与会者揭露更多遭受迫害的事件，使该书更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并指出该书预计将于2022年春季出版。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